唔係一條戀愛方程式，唔係1+1咁簡單。等腦內啡瞬間接通，好好相愛。又或者1年先見一次，維持新鮮關係。喺命運逆轉剎那，注定嘅一對終會遇上，捉緊心動嘅留影，化為真實擁有。4色戀愛10月浪漫擁抱。入鄉隨俗，走進大鵬心窩，體驗古樸生活，打龍井水，滴滴透心涼。好清甜啊！你睇下，好似啱啱喺雪櫃攞出嚟咁㗎。永東旅行社開心到震，星期一晚10點半 ，ATV 本港台。強勁嘉賓輪番上陣，精變擂台越嚟越爆。廿文廿武一大班，星期一至5晚10點，葉劉淑儀再戰政壇，強勢上陣單挑大班，高度注目，走入群眾，魅力亞洲。由法國龍上馬場跑到香港國際1級名區，凱旋競逐為2400米傾力加鞭，誓要喺全球最高獎金草地賽事一較高下。凱旋門大賽星期日晚10點半 ，ATV 國際台雙語直擊，萬眾期待。麗的亞視50週年電視劇主題曲卡拉 OK DVD， 與你重溫原裝劇集珍貴片段。獨自在山坡，高處未算高。因角力雌星南遠是像遠山霧迷。我盼望雙 DVD 加 CD 50週年珍藏上市 ，WSM 環星音樂。布吉出發，先嚟火藥味。不如我哋趕佢走。我走啦，我起身啦。我好小氣。再嚟驚慄絕技。哇！好勁啊！你仲唔想叫？哈哈哈！你敢記之蠔遊天下，星期日晚8點